咁呢場波咧贏得好辛苦，咁 Sex 都講得好。各位朋友，歡迎大家收睇日本杯女子排球比賽。咁尋晚晚上咧，我睇過一場嘅比賽咧，就係中國咧卒之咧以1-3咧係敗於美國。咁呢一場嘅比賽亦都係顯示到咧美國隊咧喺84年洛杉磯奧運會之後咧已經咧係全面復甦。咁卒之咧就係爆出大冷門咧殺敗5連冠嘅中國隊。咁呢一場比賽的確係精彩㗎。喺未介紹今日嘅比賽之前呢，我想同大家預告一聲，喺11月18號嘅晚上7點鐘黃金時間呢，亞洲電視已經買咗一場比賽咧，就大家好關心嘅，咁就係中國咧對抗秘魯。咁秘魯喺第二嘅日本杯女子排球賽卒之咧係攞到冠軍，呢個亦都係啦，係黑馬之塔攞到冠軍。咁呢一場嘅比賽對抗中國咧，可以講話殺得日月變色咁啊，非常之好睇一場波。18號晚上嘅黃金時間7點鐘咧，就為大家咧係播映啦。咁今晚晚上介紹一場比賽咧，就係中國咧對抗另外亞洲之強隊，呢一支咧就係日本嘅女排。咁東洋魔女嚟講，經過咗咧就可以講話差唔多前後10年嘅沉寂。咁近態點咧，就麻煩咧我哋嘅朋友石偉先生幫你介紹一下。咁啊，自從呢個日本隊咧喺呢個77年咧世界盃咧攞咗第1名之後咧，就一路咧個狀態咧都係好低落嘅。咁啊，中國隊咧喺嗰段時間咧喺81年咧就狀態冒升咧，就一路攞咗5次嘅世界大嘅錦標賽啦。咁日本隊點解會係佢嘅水準會咁低落咧？就係佢嘅身材咧就係好明顯咧就係比呢個世界強隊咧就係低咗一大橛。咁以前咧佢就打多啲波咧就係防守見稱啦，打落都打幾唔死嘅。同埋咧佢就打多啲變化波，同埋發球好。咁而家現在咧對住啲身材高大嘅球員咧就已經完全係唔可以發揮到出嚟。咁直至到咧喺呢個86年啊，仲打呢個世界錦標賽係打到第7名。咁啊，足之咧就喺呢個翻到去日本之後咧，呢個主教練咧小島孝子咧就自動請辭。咁呢個日本嘅會長咧，亦都係呢個世界呢個排協嘅副會長啊，呢個松平康隆咧就亦都有見及此咧，就揾出呢個以前嘅教練咧山田翔雄出嚟啊，重出江湖。咁亦都帶領住呢個日本隊。佢今次選嘅球員咧，大部分身材咧都係比較高，同埋咧就年紀比較輕。冚唪唥在陣嘅球員咧有幾個都係20歲嘅。一陣間咧就大家會睇到咧，嗰啲年輕嘅球員打起上嚟咧，亦都係可以同呢個中國嘅球員嘅水準咧係拉平嘅。咁啊，日本隊嚟講可以講話，除咗教練已更換咗之外，係一班球員嚟講，亦都咧係改變咗好多。咁大家熟悉嘅石田京子啊、里部洋子、松並呢班球員咧，已經咧係退役咗啦。咁究竟新一代嘅運動員佢哋嘅表現會係點樣咧？我通過日本杯對抗中國咧，可以了解下。目前咧，我哋就去到咧呢一場比賽嘅作賽地點啦。咁啊，暫時嚟講見到咧就係分牌打出嚟，中國隊咧暫時咧就係12-4係領先緊啊8分波。咁比賽咧就係仍然啦維持打30分制㗎。咁呢一個賽事咧就實行呢個賽制嚟講咧，就係對於好多強隊嚟講咧就唔係咁適應㗎。咁啊先後咧中國咧就係輸過啦，係俾美國，以及咧我哋嘅就可能稍後見到一場波對抗秘魯，亦都打得係非常之辛苦。咁啊呢個賽制嚟講咧就係亦都有一個好處，就加快咗呢個比賽嘅節奏㗎。咁暫時嚟講啊，日本隊咧就係紅白3支球隊咧就5-12咧係暫時落後緊。咁藍色衫嘅就中國隊呢一班波咧，麻煩咧就係石 Sir 咧幫我介紹下雙方嘅出場陣容先。中國隊咧就係原班人馬應戰咧，就係除咗換出呢個11號嘅鄭美珠咧，係由呢個12號嘅毛丹代替，即係話咧佢係出咗4號嘅大錘手侯玉珠、6號嘅隊長托球手楊錫蘭、8號嘅大錘手姜英、10號嘅快攻手楊曉軍、12號嘅毛丹、15號嘅新秀快攻手李月明。而呢個日本隊咧，我哋見到咧係由呢個老將1號嘅染山由美帶領之下咧，就由呢個2號嘅杉山加代子、6號嘅快攻手廣寄剛、8號嘅宮島惠子、12號嘅新秀啦，呢個大林素子啊，同埋呢個14號嘅亦都係新秀嚟嘅19歲嘅托球手嘅啫，高橋有基子。而且咧我哋見到咧就係佢7號嘅中田久美啊，佢嗰個所謂電腦托球手咧係冇在陣嘅。大家見到嗱，而家托球呢個咧就高橋啦，就代替咗中田嘅。
大家觀眾可以睇下佢啦。而家喺度熱緊身呢個咧，就係中田久美啦，係呢個日本隊嘅國寶嚟嘅。睇下佢因為點解咧？佢曾經咧就係因為膝頭咧係受傷啊，入院呢個施手術，佢係應該要喺呢個醫院度咧，同埋要休養咧，要成年先可以出得翻嚟嘅。應該就係唔打得㗎啦。睇下呢個比賽佢可唔可以出得翻嚟？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熱身之下咧，可能會山田松雄咧會揾佢出嚟㗎啦。睇下佢點先。16-5啊！呢球波係足之咧係觸網犯規嘅。真係冇錯。口講未完之後咧，就山田松雄搭接換出呢個中田久美入場啊！呢個高田有紀子啊，就入去休息。中田久美啊，呢個係日立隊嘅球員嚟嘅，22歲。好靚呢個即刻出嚟咧，又再攞翻分，6-17。大家觀眾可以欣賞下中田久美一個快攻配合得好靚啊！由呢個攻島位置啊，一錘打落去咧，即刻攞分啦！一個長球，侯玉珠打落去。侯玉珠咧就而家就係中國隊咧對住呢個日本隊咧，佢已經洞悉晒日本隊嘅打法，因為打上嚟比較輕鬆好多嘅。睇下呢一場波嘅時間睇打成點先。而家熒光咪影住咧就係中田久美啦，一個快掩後移。呢個左手嘅12號嘅球員咧，攻擊力好強㗎。楊曉君打。呢個波亦都打得好靚啊！因為見到呢兩個球員咧已經喺前面攔網㗎啦，佢只係將個波咧係打個斜線咧係打落去中田久美度。而我見到中田久美咧好似有些少久疏戰陣咁啊，打上嚟好似都唔係好熟咁樣。睇下啱點先啊，瞓到好盡，下手安全冇乜機會啦。睇下嗱，中國隊可以加添1分㗎啦。打啦哇！呢個波好靚，亦都一標誌㗎。足之係打出界外嘅好似，冇錯啦。哇！呢個波睺得好偏啊嚇！呢個波咧足之係打出咗界外，咁啊而家睇翻咧日本隊嚟講咧，睇下中田久美領軍之後會唔會有一番新嘅局面？咁暫時中國隊嚟都係以19-7咧係領先㗎，咁跟住呢個波咧就亦都咧遠山由美咧攔網咧足之咧唔成功㗎，咁扣球咧就8號呢一個遼寧省隊嘅姜英，咁後邊發球嘅咧就係佢哋嘅星球手楊卓蘭，20-7，咁啊中國喺第一局嚟講領先得比較多啲，咁跟住扣球咧就2號嘅杉山加代子，咁呢位球員咧係嚟自日立㗎，咁身高1.80米。咁把年世界盃開始咧在陣中，咁今次日本隊咧雖然咧有幾位冒出起嘅新人嚟講嘅成績唔錯，咁但亦都有幾位老將係壓陣嘅，呢個波升得曳啲啦。咁但係咧中國隊咧亦都咧係始料所不及喎，呢波嚟得咁快。嗱卡達就係呢個7號嘅中田啦，中田久美，咁呢位球員咧就係亦都係日立隊嘅主將嚟㗎，升得麻麻地，日本隊睇點做啦。個人嘅時間差慢咗少少打啫，呢個波遠山由美。咁啊睇見咧在場嘅氣氛係好熱烈㗎。咁啊日本人咧睇排球咧不嬲咧都捧場。咁尤其是咧就自己主隊咧係在場嘅話，啲觀眾咧肯定係令到你咧耳根一啲都唔會清靜。頭先啊，中田久美出場嘅時間啊，全場都聽見啦 ，kill me，kill me，kill me， 即係唔係話殺我啊，大佬。佢咧就話久美咁嘅意思啊！嗱，呢個就係 kill me 啦，呢個 kill me 咧好靚女㗎，真係睇佢成個日本娃娃咁樣，好靚女啊！真係，你睇下嗱，佢咧打起波上嚟咧，真係啊冚唪運用於掌上啊！一陣你睇下佢可以講咧係魔術手啊，亦都可以講佢電腦桌球手，睇下佢點啦！而家喺2號位，哇！一個叉燒食落去，好靚啊！一個遠山由美，以前呢個咧就叫江上由美，而家啱咧就結咗婚。就跟咗先生嘅名叫遠山由美。下手過網姜英好高，冇出界啊！上手起到啊！見到呢個杉山加代子亦都好精啊！隻手已經隊咗過嚟，千祈唔好大力打出手，打捉手出界，溝到路㗎啦！打落啊無單隻手度好精，呢個波打得輕托啊！呢個波足之係出界㗎。呢個楊曉君已經2次失誤啊！呢個波終於打出界外，好似日本隊追起上嚟個勢好勁啊！中田久美一出嚟之後，成隊波好似生晒咁樣。呢個波咧已經喺後邊咧布定一個直線啊，足之都托唔起啊！呢個波，哇！我見到姜英個面口咧，好似真係唔係好精神咁啊！面口好似有少少傷病咁。以前佢真係打啲波上嚟咧，得到個球咧周圍跳嘅，而家好似都跳動少咗。第二傳啊，起啦，溝到路啦！姜英唔係姜英，李月明打好靚啊，捉手出界，22-13。第一局咧已經
我睇到第一局咧，中國隊嘅教練李耀先咧唔敢大意啊，全部係強陣應戰。佢而家擺阿毛丹落去打阿鄭美珠個位咧，加強籃網冇錯啦，真係啊！鄭美珠喺個位當頭難一分，23-13大勢3啊！哇！第一個嘅比賽仍然第二傳就隊過去啦，哇！捉手出界，好正！中田久美。嗱，我哋見到咧，哇，係咪好多啲以前啲奧運金牌啊？男子隊嘅奧運金牌全部在陣，喺下邊喺度睇波，起到，啊，一個背飛啊，哇，走到好靚呢個波，邊子幫外邊打嘅呢個波好有勁啊！毛丹左手啊，仲有機會啦，轉網冇錯啦，足之係觸網犯規。見到呢個裁判係秘魯隊嘅第一裁判嚟嘅，熒光咪影住中田久美，姜英發球，亦都見到呢個港紀光啊，即刻一個快攻之後咧，又再追翻跳一分。我見到呢一個咧就係毛丹，咁日本隊咧繼續咧發球15-24，咁中國隊仍然咧9分波優勢。呢個波侯耀基打得好靚啊，咁超晒手咧避過對方嘅攔網之後咧，又擊球落地。咁呢個咧就係7號嘅中田久美日立隊嘅選手，1.76米。82年開始咧就係參加呢個世界錦標賽，日本隊嘅陣中咧奠定咧黃金二傳嘅地位㗎。25-15，亦都打落空檔，哇！侯耀基場波咧似乎咧打得起嚟咧幾順手啊！睇翻呢個鏡頭，幾明顯，但係仍然咧有對面有2個攔網手咧，嚟埋攔佢嘅，但係仍然俾佢打過咗過嚟，啱啱呃咗過對面。咁睇呢個波咧，球證點出啊？似乎咧隻笑容笑笑下就揦住咗。應該呢個波咧，日本隊可能攔網嗰陣咧係可能係碰到網都唔定。咁後邊發球咧就係12號嘅新人四川隊嘅毛丹，滴下，再做過後托，未死啊！但係呢個波好可惜啊！移動得慢咗少少，咁睇呢個波嚟講咧，應該中田久美平時個訓練同埋嗰個技巧術嚟講應該係攞到㗎。可能阿石 Sir 話真係佢可能休養得過耐呢個狀態或者咧就係反應嚟講冇以前咧咁十足十。呢個波可能攞得太偏啦，為咗避開對方嘅攔網手打個斜線。12號呢位係對方嘅大林素子，呢位咧係左手扣球嘅選手嚟㗎，應該咧喺左手扣球可能有啲着數啊。16-28。呢個大林咧就好年輕嘅，大林咧就只係有20歲，1.82米啊！哇！日本隊全部將啲新人落去咧，將佢嘅高度啊全部提升。而家佢嘅高度咧已經出場嘅高度咧已經有5尺10寸半高㗎啦，已經比以前咧5尺9寸咧係高咗好多㗎啦。托起，哇！都好似網呢個波好曳啊！呢個波托得冇錯啦，打落去啦！呢個藤田咧一挨個大球俾佢，已經係睇出佢呢個攻島位置打㗎啦。藤田打落去咧，足之係攔網出界嘅。見到咧李月明呢個經驗稍為差些少，應該將佢手咧攔移翻入場區入邊。李月明當場咧將攻贖罪啊！由後邊咧即刻攞咗一分，29-17。咦？見到鄭美珠出翻嚟喎，冇錯啦，可能冇錯啦。鄭美珠發球，等佢後邊發球好啲，同埋手波手好啲，亦都俾李月明一咁高嘅身材嘅球員咧出嚟唞一唞。鄭美珠係福建隊嘅球員。打托起，打啦，冇錯啦！當堂發球權攞之後咧，再贏多分，30-17，先贏第一局中國隊。歡迎各位繼續收睇第2屆日本杯女子排球比賽。咁啊呢場比賽咧就係由中國對抗日本㗎。咁穿著白色衫嘅咧就係日本隊。咁呢一場嘅比賽咧，佢嘅對手咧就係中國隊㗎。咁中國第一局咧打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先拔頭籌，比數咧就係30-17，咁13分波距離。咁現時咧就進行第2局嘅賽事啦。咁賽事舉行嘅地點咧就喺大阪嘅富立體育館㗎。日本杯嘅比賽嚟講有8支世界強隊參戰啦。咁分別咧就係中國、巴西、意大利、韓國、秘魯、蘇聯、美國以及日本。咁最後一輪嘅賽事咧就係移師到大阪進行。咁啊，過去嘅比賽分別喺東京、橫濱、神戶同埋京都咧進行㗎。中國隊第2局嘅開局都似乎幾順利啊！咁啊，暫時以2-0領先。呢個波球唔到啦，咁啊，
慢慢鬥翻過去，咁傳翻過去咧就係姜英，但呢個波咧日本都做到啦。12號嘅大林素子，咁呢個咧左手球員1米82，咁85年開始咧就係投效咧就係日本國家隊，咁啊當時打咧就係世界盃嘅賽事，2-1嘅比賽，咁睇下咧日本隊可唔可以追翻平手啦？而家係第2局嘅比賽啊！哇，見到8號位，見到8號嘅姜英喺3號位都打啊！呢個長波打落去咧，亦都係攞多分添，3-1。我見到熒光幕上面咧，又見到個隊長遠山由美已經係嫁咗人㗎啦。見到12號嘅就係大林素子，8號嘅姜英喺後邊開波，3-1領前。第2個比賽日本杯，而家咧咁啊啱啊，好似見到李耀天咧揾啲人落去打咧，就係由啲老嘅球員帶住兩個新人咧分別就係12號毛丹同埋咧15號嘅大中手李元明。而家咧日本隊咧由於呢個遠山由美咧一錘打落去攞多分之後，走後邊開波2-3，呢個波亦都上唔到網，哇走到好遠啊！見到毛丹，咦走到去李元明以為過咗網，攔到啊嗱，有機會係攔到佢，冇俾過網啊，好有機會。哎呀呢個波好似冇事嘅呢個波，我見到咧毛丹都冇事嘅，攤開隻手，點都知咧裁判話佢有事，話佢持球犯規，足之咧就係俾日本隊咧就追成平手啦。陳玉珠打錯起，呢個大力球好靚啊！見到呢個6號嘅廣紀江，廣紀江呢個球員咧有1米83，全日本隊最高嘅球員，6尺，哇大把前途，22歲代表個日本隊啦，打84年嘅世運，85年嘅世界盃，直接得分喎，5-3啊！哇呢個勢咧日本隊追起上嚟追得好犀利啊！而呢個遠山由美已經連開3分啊！連開多3分，咁啊，遠山由美咧，以往咧就係江上小姐，咁而家見到佢個樣咧，同個髮型同以前冇乜大嘅改變，咁但係塊面咧好似係略為咧就係換咗少少，咁可能咧就係結咗婚之後咧就係肥咗啲咁多，成熟咗啊！髮型啊各方面都冇乜特別大嘅變動啊！我諗啊，毛丹咧而家喺後邊發球4-5，呢個搬走邊打得好靚，得手嘅就係6號嘅廣紀江，咁呢啲球員咧過去咧讀呢個筑波大學㗎，唔係筑波大學嘅大學隊嗰個主力成員。6-4，呢個打成點？呢出招咧就失咗。哇！日本隊咧呢段士氣如虹啊！咁啊，自從1-3落後之後，追成3-3啊！呢度積分一直咧係領先緊㗎。咁啊，發球咧就係杉山加代子日立隊嘅選手。呢個波頭先咧就失手，但呢個波咧就搞掂啦。分到盡啊！遠山由美咧都冇辦法救到呢個比賽，救到呢個球㗎。咁遠山喺77年世界盃開始咧，已經係作為咧係日本隊嘅主力成員。咁但係當時嘅隊友石田啊、利布洋子啊、松並啊、大谷啊、杉本等等咧，已經係紛紛退役。咁而家佢嘅年紀咧就29歲，咁啊係亦都係咧在場中日兩支隊伍裏邊咧年紀最大嘅球手啦。咁啊結咗婚之後咧，仍然咧係披甲上陣啦。咁呢個情況啦喺中日韓嚟講都係比較少見啊。李耀明繼續發球6-7，中國隊落後1分波。而家戰起啊，唔係好靚嘅啫，豪豬打啊，哇靚啊！嗱，呢啲就可以見到咧中田久美嘅優點。頭先咧走到上嚟咧，好似係將個波係托起啊，但係咧佢跟住連佢咧一轉手型由左手一打落去之後咧，又再日本都加添1分，8-6。哎呀，後邊知道唔係啦，見到楊錫蘭又想將個波第2傳開，你快攻時我又快攻，哇！你第2傳我又第2傳，足之咧呢球波係話佢持球啊，9-6。一個又係打出界外，侯玉書見呢個波咧係好飆啊！呢個波打飆到好遠啊！呢個波升得唔係咁好啊！係冇錯啦，10-6啊！侯玉書喺2號位打完之後又4號位嚟㗎嚇，侯玉書打完之後捉手出界，攞多1分，追翻接些少，10-7。見到熒光俾佢廣紀江啦，8號嘅攻島為止，12號嘅大林。呢個波已經唔係好好㗎啦嚇，前面嗰度係咁樣輕輕頂過去咋，楊錫蘭都打翻球啊，長波打攻島為止，難攻，有機會啦，過網咋？點解後排咁唔係大意啊？真係好一啲唔留心啊！捉之捉手出界，8-10。呢個波咧都可以話姜英嘅功勞啦。呢個波咧見到啊，15號嘅李元明喺後邊有少少瞓覺咁啊，抄咁上手猜過嚟，都爭啲失呢個波，8-10。好開網啊！呢啲波
又係俾姜英㗎啦，冇錯啦。我見到咧侯奕邊個話，二球犯規，冇錯啦，真係老貓燒鬚啊！呢啲波就玩得唔夠熟㗎，我見到啊。9比10。通常喺場波裏邊都見唔到一次咧，就係中田久美呢個波咧，竟然咧咁樣失手，好少機會見到啦。咁啊，但係咧就係可以從此可以見得到咧，佢嘅狀態嚟講，的確唔係話係最 fit 嘅。而家最 fit 嘅時代，相信女排嘅星球手嚟講，佢都係可以數一數二㗎啦。9比10啊，中國隊一路追翻上嚟，睇呢個波點先，亦都救翻起。好險啊！呢個波升去2號位。亦都冇乜機會助跑，咁但係亦都咧令到廣紀江難網係失誤㗎。扣球咧就10號嘅楊曉君。咁呢段時間咧，日本都換人啦，8號嘅宮島惠子離開場區，15號嘅藤田杏子咧，呢位係1m73，19歲嘅球員咧入場㗎。咁宮島咧喺過去呢一個嘅日本隊裏邊啦，個作用係好大，扣球咧非常之具有威脅。我自己覺得咧，日本隊重扣手嚟講係以佢咧係最出色同埋最沉重啦。咁但係呢一場波發揮就唔係咁好啫。好啦，咁廣紀江咧就已經似乎咧楊曉君喺前邊咧揚一揚，以至咧後排嘅隊友冇辦法咧擋到呢個波。可能咧移動得太慢或者又太快，節奏唔好啱啦，揚自己隊友都冇法救到㗎。廣紀江第2個發球，睇下可唔可以亦都咧牽制到對方先。嗱，救到啊，好靚，防守的確好嚴密。再做過啦，打花球，哎呀呢個波打得好似咧係食得唔係好啱位啊。咁而家暫時嚟講咧，應該咧就係12比10。好啦，咁而家咧見到呢個地方啊，大阪嘅府立體育館啊，的確咧係非常之咧係座無虛席，而且咧設計好先進㗎。喺度打波嚟講啦，哇，紅色同埋呢個綠色嘅場區分得好明顯。咁啊，場區嚟講咧，內外都好靚嚇。咁啊，繼續發球。而家比數嚟講咧，就中國咧就11，日本咧係13。咁中國隊仍然咧係落後2分波㗎。扣啦！呢個波扣得好靚。咁扣球咧就係無單。咁啊，雙方嚟講喺3比3打成平手之後咧，就10比10咧打成平手。咁啊，即係換之係2次平手啦。咁啊，而家撥頭髮嘅咧就係江上由美，即係而家咧係遠山太太，遠山由美好靚，好醒啊！咁睇嚟呢個12號嘅大林素子嗰個發揮以及咧係個人啊好聰慧嘅。咁呢位球員咧，相信加埋呢個15號嘅藤田杏子咧，將會成為日本新一代嘅主力球員。好重啊！啱藤田開呢個硬嘅發球，力度好沉重，牽制到對方嘅上網，好靚，亦都扣得好好。扣球咧就係2號嘅杉山加代子。好啦，咁啊呢段時間雞聲一鳴咧，即係換言之咧有球隊咧就嗌暫停。咁呢個嗌暫停當然咧係在於係中國隊嗌啦。另外咧，李耀先呢個教練咧亦都好有經驗啊，因為初段時間咧，中國隊係一度領前，大比數咧有成幾分領前，但係啲日本隊一路追到上嚟，而家仲追到輸到12比15，3分落後㗎啦，亦都即刻叫暫停，睇下佢點樣處理先。因為點解咧？我發覺得到咧，日本隊嘅士氣咧係好高昂啊，而且個攻島位置啱啱換出嚟嘅，換攻島位置出嚟嘅藤田咧，15號藤田走喺後邊開波。佢啲咁嘅風車手發球咧，佢強攻咧係好殺食嘅。呢啲咁嘅硬波咧，我哋就見到咧以前啊9人式嘅打法，以前9人式有2次發球機會嘅。第一次咧就老虎都要大力㗎啦，呢條波又係，亦都係上到網㗎。8號姜英打，足之咁樣出界啊！呢個波慘啊！呢個波，足之係16比12，又再失波。而家呢個攻島位置已經係連攞2分㗎啦，直接發球之嚟，睇下起唔起到先。上網已經係好靚㗎啦呢波，難到啊！由呢個無單打落去仍然起到，又係大錘，足之觸手出界啊！無單已經個人攔網之下，足之打觸手出界，17比12。呢個藤田咧有些少好似福將咁啊，起到。球波咧起到喎，但係好可惜啊，冇辦法作攻擊。無單仍然打，話爭啲斷網啊，咬翻出嚟嘅啫，難嘢啦，唔難冇命啊！兩個啊，足之啊，見到侯奕之後邊守嗰波時間亦都係失誤啊，18比12，落後6分咁多，哇！好攻島位置，藤田啊，原來以為攻島一個虛攻球，先網先得唔係幾好嘅呢個波，又有機會，又係侯奕之啊，19比12，哇！大比數領前喎，哇！呢個好似中國隊啲分數好似江河大瀉咁啊！嗱，呢個就藤田啊，你睇佢啦，
開波嘅姿勢，哇球開都唔手軟㗎，真係冇失手喎，打到而家為止，一前一後，後邊咧藤田幸子咧以重力嘅風車手發球咧就牽制對方嘅上網，而喺前邊嚟講，要杉山加代子喺4號亦都重球，令到日本嘅積分係節節上升㗎。咁反而中國隊一路咧喺頭先嘅暫停得到12分，而家暫時嚟講亦都係得到12分，咁啱啱咧呢一分波係得到㗎。足之咧就發失咗啦，呢個波就足之咧就20-13，有21-13，由呢個遠山由美啊，呢個波真係好正啊！一個虛空球，又難到啊！哇！由李月明打啲波咧，亦都俾遠山咧一捉到路啊！咁啊，似乎呢個暫停嚟講咧，我就覺得就似乎係遲咗少少。咁12-15嗰個暫停，跟住咧而家到再落後幾分波，再連輸幾分波先，再嗌個暫停啊，似乎係略為慢咗少少。即係覺得係咪咧？冇錯，因為點解咧？你要先咧對自己嗰隊球隊咧，好似信心十足啊！見到呢個日本隊咧，就係追上嚟嘅時間咧，佢好似都即係好似好老定咁樣，唔需要暫停住。但係咧，而家俾日本隊咧一係咁樣追打到上嚟咧，已經係20-13啊，領先9分波，22-13啊，領先9分波嘅。頭先我哋見到咧，由而家呢個好大段呢個隔離呢個小抽啊，見到面咧就係呢位就係松田康隆先生啊。松田康隆咧就帶領日本隊啊，呢個8年計劃咧係攞金牌嘅。哇！呢日本隊又再加啲分，23-13啦已經。然後由12號嘅新秀大林喺後邊發球，冇錯啦，23-13。難到啊！嗱，有機會啦，修正球難嘅，冇邊過手啊！許光球有機會啦，起到呢個修正球姜英打啊，又難起，哇！喺冚難起晒喎啲波，仲係姜英慘啊！呢啲波又再俾人哋加添一分㗎啦！哎呀，好在呢個波咧，見到江上由美咧，同埋呢個中田久美有少少唔夾啊，因為見到咧江上由美咧已經遠山由美咧走到標誌杆外邊，原來佢波 set 短咗，托球拖得太短，足之咧就俾呢個中國隊攞翻多一分先，23-14，不過都係大比數落後啊！而家中國隊幾有型喎，大林素子嘅樣幾好喎，同埋咧嗰個身形嚟講啊，真係高高瘦瘦，好啱打排球，彈力嚟講咧。肯定係好夠啦，同埋後豬咁樣嘅身形啊，鬥撳睇下邊撳得贏，再升過後豬打，擊破咧對方兩個嘅攔網手落地，15-23。而家中國隊嗰大旗嗰啲波咧，冚唪唔打斜線嘅，佢打直線咧就好啲，因為點解咧？佢喺前面個港小剛，哎呀，好可惜呢個波，將個白啊，又將個白喺出界外。24-10揦晒面口喎！姜英事實上我諗姜英係有病嘅，因為點解咧？我同佢講嘅時間咧，佢就話咧，佢身體係一直以來咧都有些少成日都係發微燒嘅。而家到咗咧，嗰啲全國嘅大夫、北京嘅大夫啊，都冇辦法揾到原因點解。25啊，而家25-15啊，大細5先係中國隊輸到大細5，輸10分波真係慘啊！哎呀，呢個波仲冇晒攻擊力，上手推過網嘅啫，又一輸一分啊，冇錯啦！你個人攔網實唔掂啦，見到呢個2號嘅杉山加代子一齊打落去之後咧，又再攞多分，26-15啊！咁可能喺第一輪咧，中國輸俾秘魯之後咧，咁啊士氣啊受傷害。咁另外咧，尋晚我哋見過咧就係美國隊亦都咧係再度咧係挫敗咗中國㗎。咁所以咧輸埋呢一場波嚟講咧。咁中國咧亦都係士氣同埋體力裏面消耗得好緊要，咁所以今次咧再喺呢個大阪體育館打呢一場嘅比賽嚟講咧，可以講話體力咧係有少少咧係跟唔上。睇下跟住個情勢點先，16-26打啦嗱，日本隊打到順咗放咗嚟講就真係好難贏，佢唔係咁輕易贏佢，一路全部都守晒你嘅呢波，打得好好啊！日本隊呢一局27-16。呢一局咧，好似有些少係83年嘅11月嘅時間啦，亞洲錦標賽嘅翻版啊！當時咧，我喺日本睇住中國對呢個日本爭呢個金牌冠軍嘅時間咧，哇！喺日本隊打起上嚟好快嘅啲波，就係江上由美帶領，又係啊！嗰陣時有石田啊嗰啲係咪喺晒度啊？打得好好啊！嗰啲波打得啊27-17，攞翻一分先，頭肉先壓下陣腳先都好，雖然輸緊10分。侯耀師指下啲球員咧，話佢可能啲波咧係冇辦法上到網啊！咦，亦都見到呢個鄭美珠入翻嚟喎，冇錯啦，可能鄭美珠發球冇錯，見到鄭美珠係呢個李月明，咁嚟喺後邊。我睇李月明打幾場嘅比賽，今場波演出啊，可以講話咧就係
前面過去嗰段時間嚟講，半個鐘頭度咧係打得較為弱啲。以往咧佢打呢一個快攻手嘅位置咧，亦都係好多貢獻。咁啊，今日嚟講兩個快攻手嘅演出咧，就係比以往啊，的確係失色咗。咁包括咗咧就係10號楊永軍以及咧15號嘅李月明嘅演出都係冇咁好。咁可能咧即係日本都打得順得滯啦。27-18咁啊，日本仲有3分波就可以贏㗎啦。虛攻好醒啊呢個波！啊，呢個藤田幸子亦都笑眯眯咁樣咧，就係起翻身。咁呢位球員1.73米，56公斤身高咧就係1.73米嚟講咧，的確唔算咧係太矮㗎啦。另外咧就係年紀咧就係19歲。咁而家出嚟講嘢嗰個咧就係岩本洋，咁啊就係相信係山田重雄嘅徒弟啦。係得意徒弟添啊！而家全部係由佢去教呢個女子隊嘅，因為松平康隆咧同我講過啊，佢話咧而家日本隊咧係志不在此，亦都唔係話志在呢個88年漢城奧運，而係喺志在咧係92年嘅奧運咧，佢目的咧就係想攞金牌，睇佢得唔得啦？我可以想知佢睇會唔會空投？哎呀，呢個總之將個波發失啦！所以呢個教練亦都好有經驗啊！見到中國隊稍為氣勢好些少，即刻叫隔離。而家中國隊咧，即知咧，由咁老嘅經驗嘅球員仍然發球失誤，28-19，唉，即知難埋添啊，hold 到路啊！見到呢個楊曉斌喺後邊開波，即知難網成功。如果發球權喺日本隊度，29-19，中田久美發球。有發球權咧，日本都可以贏埋呢一局嘅比賽嘅，睇下可唔可以先？哎呀，竟然咧就係雙方誤會，藤田同埋自己隊友誤會，扣啦！啱啱直落長距之外，日本隊以30-19追翻局，1-1平手。各位朋友，歡迎大家收睇日本杯女子排球比賽第2屆嘅賽事。現時咧係進行緊第3局嘅比賽，中日雙方咧喺前面嘅2局分別咧就係各勝1局㗎。咁啊，第3局嘅比賽睇下日本隊能唔能夠好似正話度打得咁精彩㗎。咁啊，第一局嚟講咧就中國咧就係以30-17啦，係19啦，係先拔頭籌。咁啊，而日本隊嚟講咧，亦都咧喺第2局咧搶到好緊要。咁啊，喺10-10之後打成和局再一，跟住咧就係連續咧係搶咗好多分。咁特別咧就係15號藤田幸子發球嗰段硬球嗰段時間咧，再加上杉山加代自己前邊咧係重力嘅攻擊係多次得手㗎。好啦，咁啊第3局嚟講咧，睇下日本隊能唔能打得咁精彩啦。咁暫時佢哋以2-0領先，難到㗎，仍然起翻。姜英跳動打個波，哇！落地開花，呢個波擋到咧手痛啊！咁啊救波咧就係8號嘅宮島位置。咁宮島咧正話啫就離開場區咁，而家入翻嚟。咁希望宮島打得好啲啦。咁宮島呢個球員咧就係扣球非常之沉重㗎。咁但係正話嗰2局咧演出就麻麻地。咁睇下會唔會咧係經過休息一輪之後會有好啲嘅表現啦。扣啦，個扣球咧就係杉山。呢個波都知道難就難到啊，但係咧啱啱敵咗出場區之外半個波位度嘅啫。3-1。咁杉山亦都有立隊嘅選手㗎，板年啦開始投效盡忠。咁唯一冇打嘅3大重要賽事咧就係86年嘅比賽㗎。咁啊當時嘅世錦標賽咧佢係冇打㗎。咁另外1號嘅遠山由美亦都咧係冇打85年嘅世界盃同80年嘅世界盃賽。都換言之咧，呢啲老將重新效力，佢哋嘅水準嚟講，亦都咧係冇低到2-3。中國隊暫時攞1分嘅。一個快攻球，見到廣基江由2號嘅杉山打落去啦，起到呢啲係隔鄉拗樣嘅啫，冇乜攻擊力。又係啦，杉山打啦，又係啊，呢啲都喊下佢，哎呀好可惜啊呢個波。嗱呢個波咧，楊卓蘭有些少大意嘅，呢個波第2傳咧應該楊卓蘭盡量去追嘅。你都見到咧，將毛丹咧走到上網前嘅時間，楊卓蘭亦都唔敢上去追啦，變咗將住撞到大家，毛丹咧即知咗個波係點打失咗嘅。2-4落後嘅中國隊，仍然起到毛丹打啦，好多波俾耀偉打。喺界內啊，5-2，見到侯耀先呢個波大意啊，亦都千祈唔好大意啊！嗱，呢個波打落去，嗱見到咧李月明，嗱呢啲球員應該要上埋嚟攔網啊，企喺嗰度完全冇用啊！呢啲波5-2，又係佢啊！8號嘅宮島位置。奇怪啊！日本隊一出親人嘅時間咧，就通常都揾宮島位置出先，但係冇幾耐打得咁上下咧，去到後排嘅時間咧，就即刻揾藤田出嚟。藤田可能發球同埋手波亦都好嘅，但係咧，如果藤田打得好咧，一路俾佢打落去。哇！呢個時間，冇錯啦，咁口講未完，應該係嗌暫停嘅時間咧，低聲咧就1名啦。
日本隊呢段時間呢個打得非常之好啊！咁啊6號咧就係廣紀江，後邊8號咧就係近啲鏡頭咧就係宮島，咁跟住講嘢咧就係佢哋嘅教練岩本洋，咁12號咧就係大林素子，咁7號咧就係中田久美，1號嘅就遠山，2號咧就係杉山。咁啊杉山嚟講今年咧亦都唔年輕㗎啦，有25歲㗎啦，咁啊身高咧就1.80米，亦都係相當之高嘅球員，差唔多5'11"左右。好啦，咁啊而家經過一輪訓話之後咧，李耀先教練咧就睇下有咩嘢辦法咧，令到球隊咧就起死回生啦。咁啊正話一局咧，日本隊就係30-19啦，係贏咗㗎。咁而呢一局咧就係遙遙領先啊，8-2啦，亦都係發球得利。杉山加代子咁啊，似乎喺呢段時間我哋發覺日本隊嘅發球咧個威脅力係比中國隊咧係高啲嘅。咁啊，杉山嘅發球多次得分，另外江上提先喺第2局亦都有一段時間係連攞4分。呢個波好似有少少啦，係2次觸球啊，但係咧球證冇吹到啊。如果新例咧係唔算嘅，因為點解咧？佢直接係接攻擊球或者係接發球嘅話咧，就算係好明顯咧係有2次觸球都好咧，都係唔算嘅，仍然係當好球嘅。但係就當1次觸球8-3、3-8啦！哇！喺中國隊落後5分，真係要打起實業精神啦！又打入中島位置，觸網犯規，冇錯啦！呢個波咧係跳得太過前啦，冇辦法冇將個人咧提升，所以咧將個波個人咧就推埋個網裏邊，4-8，無單發球。2號哇！呢個波背飛走到好後啊，難起有機會仍然楊錫蘭打啦，楊錫蘭都打啊！輕推過去，總之係冇掂到啦，呢個波冇錯啦，好明顯喺高點度咧，日本隊咧又係咁樣，江紀江話佢有掂，啊江紀江好似10蚊仔咁樣撳晒地，足之咧係5-8啦，連追2分嘅無單發球，因為而家打30分仔啦，攔網又再成功，6-8啦，無單亦都係福將啊，亦都係好似呢個日本隊嘅藤田，見到咦唔算換人喎，冇錯。由呢個15號嘅藤田咧入嚟換呢個8號嘅宮島為止，下一托係點啊？哇打啦！一出嚟又即打藤田，又係楊錫蘭，好有機會嗱，楊錫蘭好好地做波啦！哎呀好嘢，呢球波靚啦！因為點解咧？見到李元明走喺後邊咧，就想嚇佢先，以為咧走去打背飛打2號位，足之咧取個長波，走去俾阿侯玉珠打咧係又再成功嘅。咦！我哋見到呢個岩本洋啊，亦都見細叔唔對，見到呢個就係啱啱結婚嘅遠山由美啦。見到呢個咧就係杉山啊，杉山加代子，呢個就係新秀啊，大林素子。咁啊，兩個教練嘅暫停上我都覺得相當之好咁。中國第一次暫停咧就係2-8、2-7嘅時間。咁跟住咧就係岩本洋啦，嗌暫停咧就係俾對方啊連追4分嘅時候㗎。咁睇見啊，遠山嚟講咧，就的確咧係比以前咧略為咧肥咗少少。冇辦法，29歲咧，就運動量同埋咧嗰個各方面嘅負荷都冇好似年輕球員咁犀利㗎啦。咁但係技術雄風猶在，呢個波卒之咧追成平手8-8。咁所以兩個教練嚟講咧喺場外裏邊指揮班球員咧，咁啊除咗球員打得好之外咧，教練喺個及時良機。咁幾時嗌暫停嚟講亦都係決勝嘅因素。幾時咧應該吩咐球員改變呢啲打法。好啦，咁啊自從咧中國隊2-7嗌咗暫停之後咧，而家追成咧調翻轉頭咧反超9-8。咁啊係咪證明到你要先呢個暫停嗌得啱咧？同埋咧指揮班球員係得體咧？咁大家可以通過比賽睇下咪下半段嘅情況先。呢度如果扣得好啊，9-9咁啊扣球咧就6號嘅廣紀江。咁以往嘅筑波大學嘅演出啊，大家喺上一屆日本杯女子排球賽亦都欣賞過啦。中田發球。牽制唔到啊，做到啊！六珠打過咧係超手波，咁但係咧仍然俾對方揩到之下咧，中田咧救唔到呢個波，10-9。中國隊咧而家仍然咧領先1分波㗎。咁啊較早之前中國隊咧就係最多落後咧係2-8，6分波嘅距離，10-9。亦都同樣難到，冇錯啦。咁啊扣難波嘅咧就係10號嘅球員楊曉君，呢個係嚟自北京隊嘅選手㗎。咁啊自從郎平離咗隊之外咧，中國女排咧，即係剩翻咧就係楊曉君係屬於北京隊嘅選手。11-9，兩分波，夾硬打啦，摸到啊呢個波，冇錯，仍然咧跌落場區之內。留住咁啊！而家場第一名咧，岩本洋亦都不敢怠慢，即刻用埋第2次嘅暫停。咁啊，即係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時間？哇！呢個一定要暫停啊，因為點解咧？日本隊咧好似爛泥咁啊，冇辦法拉得起啊！嗰啲波一跌落去啦，冇辦法拉起。排球嚟講咧，因為打30分制度咧，日本隊好有利嘅。
因為佢知道咧要打30分嗰度，佢已經喺國內邊咧成日打30分，係習慣咗係球員啊同埋教練上方面嘅適應嘅。所以咧日本隊咧佢好精啊，因為日本咧佢自己而家現在嘅排球水準係低落嘅時間咧，佢就盡量去爭取多啲嘅國際比賽喺個國內邊打，所以咧就無形中咧係等日本本身啊多啲觀眾同埋多啲球員去打呢個排球，咁無形中咧多啲排球人口嘅時間咧，佢就可以揀啲優秀嘅球員出嚟代表日本隊打。而家咧中國隊領先12-9，哇！藤田打落去啦，起到啊13-9啊，如無意外有機會。唔打啦，藤田打唔到啊，足之咧好正嘅噃。而家我哋見到咧呢個楊石蘭都走到前邊度中間路攔網，足之由呢個12號嘅大林啊，由呢個3號位打咧攞翻1分，12-10。起點球哇，好遠嘅波，冇乜機會㗎啦，有機會啦，中國隊千祈唔好大意啊，應該13-9㗎啦，打快唔打，長波，唉唔係幾好，修正球靚啊！呢啲波真係不容有失啊！見到侯玉珠咧負倚重任啊，喺危難嘅時間咧係救急啦，侯玉珠即刻走去後面開波，呢啲波咧真係而家見到咧喺呢一局嚟講咧，嗰兩個大錘都亦都發揮得好好啊！因為咧就係、初期咧見到啊喺呢個比賽嚟講咧就係、兩個大錘張英同埋侯玉珠啊兩個打上嚟咧都好似沒精打采咁啊，好可能有些少傷動。而家日本隊發球11-13，追住1分，楊曉軍打分準啊！呢個波咧亦都見到咧，遠山由美咧定眼手，認為咧個波飆埋嚟咧應該救得起嘅14-11。好啦，咁啊14-11，中國隊仍然咧領先3分波㗎，扣啦！呢個波咧就係杉山扣。好，卒之咧救唔到15-11，咁中國隊暫時領先4分波啊！各位觀眾，而家就係繼續跟睇啊，係第2屆嘅日本杯第3個嘅比賽，因為咧第1、2局咧就係分別咧就係第1局咧由呢個中國隊咧分別以30-17咧係先贏第1局，第2局咧日本隊係追翻1局就30-19嘅，而家係第3局嘅比賽。而家係打到咧15-11、16-11，中國隊領先2分嘅。哇！呢個波好勁啊！見到呢個大林又起到大公球好靚呢個波，一個快抹之下咧，俾楊曉軍咧又再加1分，17-11。楊曉軍呢個球員咧打起上嚟咧，亦都好闊辣嘅啲波。啊！呢個波咧見到咧就係大攻手，亦都冇攔佢啊！起到修正球，張英打啦。好遠啊！呢個波救起，日本隊啲防守好好啊！大谷又係冇錯，呢波 set 得好靚，呢波托得好靚啊！見到個手型咧就好似想托俾姜英咁樣，原來咧佢托一個平嘅後二啊，後嘅喺2號位咧俾個無單打嘅18-11。睇下點先？哇！呢波亦都跳得好高，仍然起到無單打落過咗網呢個波。2號位打左手啊，所以咧左手球員咧喺2號位打咧就有呢個角度，佢角度比較闊咗啊，亦都見到咧呢個日本隊嘅教練亦都由呢個14號嘅托球手高橋啊出嚟睇一睇呢個高大嘅球員大林素子啊，大林素子有呢個高橋咧係托球手嚟嘅，睇下咪由高橋托球先，直接得分啊13-18，第3個比賽，先頭2局咧已經係打成平手嘅1-1，高橋。起到嗱，攞翻啦發球權，又起到，好敏啊！呢個波曳啦，呢個波用單手，如果用雙手咧，或者係救到嘅。呢個15號嘅藤田，咦！我哋見到咧，真係喎，見到中田久美咧，嗰啲腳咧飽滿晒喎，趌下先冇再些少。睇下點先？大谷13-19，2號位攻擊啊，無單，捉之難忘咧，彈翻落無單嘅頭度咧，係跌翻喺中國嘅場區裏邊嘅。日本隊冇錯啦，日本隊加添1分14-19，追切些少，仍然係由藤田發球，又係無單，無單靚啊！呢個波佢打半直半斜，呢個波打落去江上由美、遠山由美嘅身上面，亦冇錯啦，見到咧姜英咧真係有少少病嚟啦，行起上嚟都好似冇咩嚟神氣咁啊！
由呢個鄭美珠去後邊發球嘅時間咧，等姜英唞一唞。鄭美珠嗱發球啦，一發即收，咬實牙根。啲波用腳力都出埋㗎，全身有力，難到捉手出界啦！嗱，你21比14，你睇嗱，姜英發球咧，全身都用力啊，全身頭頸咬實牙根嗱，你睇嗱，呢個波睇起唔起到先？起到好貼網，仍然起到。大谷收正球，又係大谷打，直步單方。呢個波直線打落去之下咧，足之咧鄭美珠憤怒靜都起唔到。杉山加代子，後邊開波，長波，哇，好靚！而家咧亦都見到啊，而家現在中國隊嘅球員咧，呢一局咧真係冇可能失嘅，所以咧個球員咧都打醒佢哋精神嚟打㗎啦。侯玉珠呢個波咧真係跳到盡彎翻入嚟，啲波打得好靚啊！22比15㗎啦，藤田又一球，藤田身材唔係好高，就1米73，5尺8寸。已經見到呢個12號嘅大林點解出翻嚟冇錯啦，因為點解大林咧去咗4號位，即係無形中咧大林有3個前排位打㗎啦，佢係專打2號位嘅，打左手嘅，轉晒位㗎啦。推攻球，睇睇俾藤田先，藤田冇錯啦，左手跳起，哇咬到盡打落去啊，收正球，侯玉珠推攻球啊，啱喺度。打啦，藤田又虛攻，李月明中間打，廣紀光呢個波打得好精啊！足之係捉手出界，17比22，哇越追越近啊！你睇嗱，呢啲就係中田久美嘅好處啊！下手都仍然能夠托呢個波俾3號位打，哇！呢個快攻好靚，好快啊！喺標誌杆外邊咧即刻攞翻入嚟嘅呢個波打得好靚。稍為追近些少咧，中國隊又再加1分，打30分制度咧，唔係攞到發球時然之後分嘅，而係邊一球贏咗就有分㗎啦，一路直至到打到29分，然後咧就係攞到發球權，嗰隊攞到分先至有分嘅。而家呢個見到侯玉珠咧，呢個波亦都好正啊，好貼網中個波咧，一推翻落去日本場區裏邊咧，係攞多分，24比17。哎呀！呢個波跳得唔係幾啱，啱喺白帆布頂碌下，又打啦侯玉珠好靚，呢個波又再得咪，哇！見到啲球員好攰啊，因為呢場波已經係最後㗎啦，連你打7日波，打到好攰啊啲球員。啲球員咧較早之前咧，先至喺京都嘅虎立體育館咧打完一場波，然後先係再趕落嚟大阪。咁嗰場波咧喺京都嗰場波咧，就即使咧就輸咗俾美國，咁所以咧心力咧都可以講話有少少咧疲倦咁，亦都咧心情比較鬱結啲。估細估唔到嚟到打呢個第二屆日本杯裏邊咧，不單止唔能夠衛冕，亦都咧分別咧係受挫於秘魯及美國隊嘅身上。咁美國隊嘅比賽咧，我哋尋晚睇過啦。咁另外，只秘魯隊嗰場比賽安排咗18號嘅黃金時間7點鐘啊，為大家介紹中國對抗秘魯。咁大家亦都欣賞下咧，呢支南美勁女憑住咩實力咧，能夠攞到呢個日本杯嘅女子排球賽嘅錦標，好靚啊！日本隊嘅大林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新秀，1米82，今年20歲嘅啫。咁啊，身形係單薄少少，64公斤，19-25，夾硬撳埋去，但係咧爭咗少少力，20比25。好啦，咁而家發球咧就係武內呢位，亦都係嚟自入立隊嘅選手㗎。咁啊，身高1米72。好啦，咁重扣呢個波應該揩到手啦，冇錯啦。後住呢個扣殺咧，卒之係得手㗎。咁對方攔網之下咧係失誤。而家見到咧就係鄭美珠離開場區，8號嘅姜英休息咗一陣之後咧，咁啊亦都係精神體力同埋各方面嚟講都唔係好必咁樣咧，就入翻場區。咁但係呢個波發球得手啦，咁後處打得好似係幾醒神下啦。好啦，你換人咧，日本隊換人3號嘅武內，咁而家換入嘅就係8號嘅宮島，咁宮島啦比佢咧高5公分，零舍咧就係廣紀光入嚟㗎，咁零舍咧高出咧成半個頭，咁相差9公分嘅，27比20，日本睇嚟呢一局咧比較危險啲啦。睇做唔做到先？哇！呢個波踢落去嘅時間咧，亦都咧唔係話個線路好好嘅啫。唉，卒之搞掂。哇！呢球波咧係買大細㗎啦，如果一跌落去場區裏邊咧，就中國隊贏；而家卒之咧就俾日本隊贏。哇！呢個但係呢個硬攻球，開硬攻球呢個又嚟啦，卒之喺場區裏邊。唉，呢個唔好俾你再好似第2局咁樣嚇，連你發6分啊！而家咧即刻咧就俾中國隊，如果見到呢個山田松咧，都面色沉重啊，因為點解咧落後緊啊而家。
27-21落後緊啊！而家28比21添啊！哇！一個左手打落去，一隻觸手出界嘅。啊！而家日本隊咧，我見到咧，一有關鍵性波嘅時間咧，中田港尾就將啲波咧撲去俾呢個大林打㗎啦。好靚啊！呢個波向住長區嘅左手邊走，個波打翻去右手邊嘅。哦，你一球精彩，我亦都一球精彩。8號姜英打落嚟咧，廣基光撲到盡都摸唔到㗎。姜英呢位嚟自遼寧島嘅選手，我哋中嘅3連霸嘅有份嘅球員啦。講口講未完咧，跟住咧就係、亦都咧結束咗呢一局嘅比賽。咁第3局中國以30比22 8分波啦，係2比1領先。歡迎大家收睇日本杯女子排球比賽。我哋現時咧為大家播映嘅就係中國對美國第4局嘅比賽。咁喺前面嘅3局咧，中國分別贏咗第1同埋第3局，而第2局咧就穿着白衫嘅日本隊咧係贏咗㗎。咁第4局賽事換言之咧，就係中國隊暫時咧係2比1咧係獲勝㗎。咁賽事打5盤3勝制，咁只要中國咧再贏多一盤咧，就結束咗咧就係日本杯最後一輪嘅比賽啦。咁按照局數嚟講，如果中國能夠以3比1擊敗日本嘅話咧，就能夠以呢個局數咧就係擊敗壓到咧呢一個蘇聯咧，而得到咧係最終比賽嘅第2名。冠軍嚟講，秘魯咧已經啦係穩坐㗎啦。咁秘魯嚟講對抗中國一場波打得非常之出色㗎。咁究竟秘魯點樣挫敗中國？大家可以11月18號晚上嘅7點鐘喺黃金時間中上去播映中國對抗秘魯呢一場特別精彩嘅賽事啊！咁我睇翻呢場波啦。而家係第4局嘅比賽啦，已經中國隊咧係呢一局咧亦都唔敢怠慢，因為點解咧？而家日本隊咧，佢老實講咧，佢以前咧打波咧就係以戰以頑強為見稱嘅，所以啲波咧有陣時咧，佢就算係以前打同中國隊啊係實力差唔多嘅時間，時時咧落後2局都好咧，佢一路沉住應戰，一路追到你咧2比2嘅局數平手嘅，佢有機會喺第3局有機會反先。但係而家近期嚟講咧，中國隊咧實力嚟講已經係凌駕咗日本隊之上㗎啦。而家亦都見到咧，中國隊一場打落去之後咧，亦都係打出界外嘅。而家姜英嘅另一頭啊，笑好啦。而家手度見佢有笑容嘅啫，姜英一托起無單打落去，都知唔過網添啊！5比2啊！哇！依一個千祈唔好失啦。如果俾佢追成平手咧，就打到而家睇下中國隊嘅球員好幾個已經係氣力都好似有所在所不計啊！5比2、5比3，而家就見到無單，中國隊攞翻發球權，打30分制嘅時間咧，發球嗰方面咧係個機會係差些少嘅。姜英仍然發球3比5，托起個快攻 hold 到路啦，有機會嗱侯玉珠即刻走到後邊，睇唔睇打啦？攔網仍然有機會。係啊！即刻打第2傳就嚟啦，又戰起，哇！日本隊啲防守真係好靚，佢啲位佈得好靚，就千祈唔好失啦。係啦，攞盡仍然起到，又係後珠，呢球波足即係踩界啊！即係成隻腳係過咗網，踩界啊唔算犯規啊！而家新例，即踏啲界線啊唔算犯規，成隻腳過咗界咧就算犯規㗎啦。日本隊攞翻發球權，亦都加添1分，6比3。呢個波好靚啊！亦都見到呢個無單嘅作用好大啊！由呢個李月明一個快點之後咧，即刻打個2點5，無單喺後邊攞個波。而家咧我亦都可以見到咧，可謂咧叫即係高興啲咧，就見到咧無單嘅打起上嚟咧係成熟咗，亦都代替咗咧呢個鄭美芝嘅位。4比7，見到無單啊分進啊，亦都起唔到呢個波。由呢個港幾講到虛空球，2號嘅杉山加代子話側身發球，足之將個波打出界外啊，7比5。喺到咁重要嘅比賽咧，真係啊咁高水準嘅比賽咧，唔應該發球失誤嘅，因為而家呢啲打30分制咧，一發球失誤咧就失1分㗎啦。5比7，中國隊追前翻些少啦，已經只係落後2分。呢個波又做假手勢嘅，好靚。第2傳就嚟啦，仍然有機會。跳起輕攻過去，有機會起到，仍然有機會，又輕點，大家輕點啊，打啦，侯玉珠唔輕點啊，杉山又有機會，快啊，冇錯啦，好靚呢個波，一個快抹球咧，將個波咧抹咗落日本場區，6比7，呢個波有少少好似持球咁啊，楊曉軍都扎地唔望裁判啊。其實呢一類波快抹球咧，日本嘅石田同埋咧係遠山，即係以前嘅
江上游未先打㗎呢啲快力球，即係利用個波一過到嚟咧，佢，改變個方位同埋係加快個速度。咁呢類波日本隊先打先發明。而家輪唔到咧就楊曉軍啦，就係趨於成熟呢個波。好啦，先後嚇，係達者為先。即刻去楊曉軍啊！喂，你個愛將啊，又嚟一球啊！喺個標誌杆嗰度嚇，唔係你個愛將，你嘅呢啲球員都俾你偶像。如果俾到你做教練，你都開心啊嚇！真係擺你去做教練真係好開心㗎，因為點解咧？好似捉棋咁樣，運指自如啊！真係呢啲球員真係好啊！要佢打咩戰術都得。俾到，哇！3號位輕功。你又嚟啊！以為佢點解中國隊對住日本隊好似你一板時我有一板都照板煮碗咁嘅啲波打起上嚟嚇！哇！見到呢個12號嘅大林有一個遠攻球，哇！呢個波好靚，睺位打位嘅噃，打落去啊！楊錫蘭隻手就落地嘅，9-7，冇乜力㗎，又攔起，哇！連攔2球啊！已經由呢個12號嘅大林哇，應該暫停喎，差唔多啦。係啊，睇你應該睇下形勢，應該要暫停睇下點先，要換人啊，唔係暫停。中國隊嘅教練咧換出呢個李國軍啊！李國軍呢個同日本隊嘅球員差唔多嘅啫，如果企埋喺日本隊度真係認唔出嘅。打到後邊，但係好在出界，7-10，12個毛丹，呢球波除得好靚啊！呢球波。哇！毛丹都打到滿面通紅㗎啦，因為咧佢通常咧就好少真係落場打咗咁耐嘅，真係。佢呢啲波咧就正式考驗下佢㗎啦。睇到打啦！李國軍咧就係稍為擊球點完佢低些少，攔網冇出界㗎，好靚。2號位攻擊，佢攻球嗱有機會嗱，李國軍打唔打？唔俾李國軍打，楊曉軍都要打出界外啊！呢個波。呢個波應該俾阿李國軍打好，因為李國軍已經蓄勢想打㗎呢個波。12號嘅大林已經連攔幾個波，大林數字打啦！李國軍，呢個波喺個網底穿過過去啊，有個杉山啱抹下笪地。因為點解咧？而家現在嘅新例咧，唔可以啊，藉住抹地嚟拖延時間嘅。全場比賽唔準抹地嘅。講個李國軍咧，嚟自上海嘅球員咁啊，身高1.80米，但係咧。體重咧達到79公斤，係入中國隊裏邊咧就係最重嗰位球員㗎。呢度亦都咧係扣球失手，失手咧就係杉山加代子。而家發球咧就係10號楊曉軍㗎。咁講翻李國軍咧就係今年係21歲嘅啫。咁啊今年嘅大學生運動會中國以遼寧隊為主力咧就係結果得到呢一個大學生賽嘅冠軍㗎。咁啊李國軍呢位上海球員亦都咧係功不可沒㗎。睇翻呢個波。好靚啊！一個個人時間差，不減當年啊！個人時間差好靚啊，扼晒對方嘅籃網球員，呢個波真係好靚，有些少好似以前嗰個蘇聯嘅快攻手沙維咁啊嚇，沙維嗰啲波又一摁，等你嗰啲籃網球員跳晒啦，哇！即刻係投晒行打。中國隊呢個波亦都，哎呀！呢啲講經驗啊，因為呢個波咧係一路追住上嚟打，呢啲波咧如果大力打實落網，呢啲波應該要打安全波先，呢個波終於打咗界內。喺個網裏邊失咗1分，好靚！呢個波真打得非常之好，邊走邊打，喺空中攞啱個位置又扣一板落嚟，非常之好啊！無彈球呢個波難度好大，而家彈跳力嗰個跨個位好闊㗎。好啦，李國軍繼續發球，11-13，中國隊仍然落後2分波㗎。呢個波攞得太偏啦，12-13，咁啊雙方嚟講喺2-2咧曾經打成平手過一次。咁但係中國隊能唔能喺13-13咧追成平手先？定係啦，日本隊領先14-12。呢個波好可惜啊，持球啦，吹罰嘅咧就係7號嘅中田。咁呢個波係心大心細，可能想諗一樣嘢咧，就即刻咧撥咗過網啊！咁但係咧喺嗰個電波嗰個下咧，就似乎咧就搞唔掂，究竟點打？後排攻擊好波！好波咁扣球咧，就12號嘅大林素子，哇！呢位球員咧就原來咁成熟嘅，唔單止喺前邊咧幾個位打得，而後排攻擊都有嘅。咁啊，中國隊嚟講咧喺呢一場波都未人見過佢打後排攻擊。事實上咧喺我本5場波裏邊都未見過中國隊嘅後排攻擊㗎。咁反而美國啊、蘇聯咧都有，日本隊都有個大林㗎。好嘢！咁睇下中國隊幾時會加強呢一樣嘢啦？哇！遠山由美喺後邊發球。中國隊仍然落後2分波，打得好靚啊！韋軒嗰度好偏，再扣一板，攔唔到啦，卒之落咗過嚟啦。遠山啊，救極都救唔到。
呢支就強心針嚟㗎啦！而家啊，中國隊加添一分，追翻近些少咧，14-15呢度緊要啊！因為點解咧？日本隊勢如破竹啊，初期啊，14-14嘅時間咧，哇，好似追到上嚟咁樣。總之啊，俾中國隊咧即刻追贏翻1分先，14-15落後1分嘅啫。而家見到無單發球，係好過到網，單手啊，單手托球呢個波好靚，好難度高哇！啊！將個波冇捉過去，而家咧。中田久美就話中國隊掂，事實上咧就冇嘅，係自己將個波撥咗出界外嘅啫。15平手啊！呢場波已經打到第3度平手啊！哇，好激烈啊，戰情激烈啊！第4局嘅比賽，呢個杉山亦都冇咩攻擊力，推過先，可以加添1分啦！哇，冇錯啦，侯玉珠扎啊，又再彈翻過嚟，仍然有機會好貼網先嘛！侯玉珠唔敢大力打㗎啦，即使捉手出界啊！由呢個中田久美咧攔網都唔曳㗎，個3號喺度攔網，見到個中間3號攔網。而家見到呢個日本隊嘅教練啊，譚本洋亦都見到咧，因為喺頭先個時間咧應該可以咧就係超過呢個中國隊嘅，但係啲中國隊一個攔網咧成功之後咧，就即刻俾中國隊打翻少之後咧，亦都即刻要做暫停。佢話而家見到咧呢個就係攻到為止，呢個咧就係索下俾佢講幾光啦，係快攻手嚟嘅，呢個球員好高嘅，1米83，全日本隊最高。嗱而家啦，山田重雄出嚟啦，冇辦法啦。嗱呢個真係師公出馬，呢個師公嚟嘅。嗱呢個就帶領日本隊攞金牌啊，攞3連霸嘅金牌教練嚟啦。呢個就係佢哋格隊3嘅，呢個教練咧。真係好嚴格嘅，又係，亦都係日本隊嘅而家嘅已經宣佈咗做領隊嘅，呢個日立隊啊！啊，即刻嚟啦，冇錯啦！哇，一教之下咧，即刻俾廣基光一個短平球，呢個波好快嚟，你睇嗱，一推過去咋，已經咧見到咧侯玉珠係咪頭晒汗，個都已經冇人上去攔網，哇！李月明打亦都唔啱手位啊！哎呀，楊世蘭就打啦，一戰起，攔網啦！哇！捉手冇錯啦，捉手出界啦！日本隊又再起翻，哇！喺此起彼落啊！真係經過呢個3年重紅之後咧，一講之下咧，當堂日本隊成隊波生晒咁啊！打晒長針針，而家就講幾光啦，見到打戰起，侯玉珠有機會，哇！呢個波攞都攞先至瞓落地下，又再虛攻球，有機會，仍然侯玉珠又係虛攻球，哦，瞓盡啊！上到撲都上晒嚟都攞救唔起呢個波，由於中田久美。我諗呢段時間嚟講咧，雙方打成17-17平手，係第5度嘅平手。咁啊，大家2-2、13-13、15-15、16-16，而家17-17咧，係第5度平手㗎。咁睇下李明呢個發成點先，17-17，再打啦！哎呀，亦都係輕調，好醒目啊！哎呀，想打快嗰陣啊，做唔到。後托卒之係攔翻落嚟㗎。中田點升啊！呢個波快啊！哇，雙方嚟講來回球好多㗎啦。唉，呢個波打出界，日本隊28-17暫時領先。日本對抗中國第4局嘅比賽，啱啱咧就係大家打成17-17第5度嘅平手啦。咁暫時日本啊領先1分波，好難度高啊！中田升呢個波，一樣升到。楊曉君虛攻，哎呀呢個波如果漏翻落俾2號嘅杉山咧，就有機會啦，係救到噶。但可惜咧就係前邊攔網隊友一時手多啦，撥一撥，咁啊杉山呢個波就救唔到啦。咁影住嘅咧就係戴林，啊非常之好嘅身手。18-18，咁雙方咧已經喺第6度打成平手，又再領先19-18。哇！雙方嚟講呢局嘅打，的確咧打到咧就係非常之緊湊。楊曉君呢球波咧一打落去咧喺2號位啊！我一見到咧兩隊波咧打呢個背飛嚟講咧，中國隊咧就係接近呢個2號位追住軍多啲，即係表示咧就係中國隊啲步咧比較係闊啲，嘅打上嚟咧就係用盡咗個網嘅闊度。有一日托起，哇！虛攻呢個快攻，哎呀！呢個波啊，嗱打波嘅時間咧就係講力量咧就係好似照咧比較少啲咁嘅啫。而家終於咧大家誤會之後咧，俾呢個日本隊啊，追翻上嚟添。哇！呢個波即刻攞個直線球啊！由呢個12號無單，我哋見到呢個無單打波咧，就係喺後邊嘅防守咧，都不讓呢個鄭美珠專利啊！所以佢打個位咧，應該會係好過鄭美珠啲咁多嘅應該。
冇錯㗎啦！如果鄭美珠打得好咧，就非他莫屬㗎啦。12號嘅大林，哇！侯玉珠都喺個射呢個李元明打，又係無丹，哇！無丹喺呢度咧已經連連落手得分㗎啦呢啲。咁喺呢一局波咧，大家可以見到中日雙方啊，利用2號嘅攻擊咧，比我哋以往介紹嘅咁多場日本杯嘅賽事咧都要多。可想而知，兩支球隊嚟講咧，的確係體現咗咧就係進攻多變同埋咧位置多變嘅道理㗎。咁啊，中國隊對抗咧日本隊嚟講個防守咁積極咁密，咁啊籃網嚟講亦都唔錯。咁所以咧，如果喺3號、4號位嘅強攻打唔到嘅時候咧，2號位亦都多多利用，咁啊撕開對方嘅籃網同埋啦防守㗎。呢個波掂唔掂？出咗界㗎。2號嘅杉山加代子，咁啊隊中裏邊咧有幾位嚟自日立㗎，分別咧就2號嘅杉山加代、3號嘅武內、4號嘅小高、中田、7號嘅運動員以及8號嘅公島㗎。咁啊，成班波嚟講有成咧接近半數嘅在場球員啦嚟自日立。呢個波先得曳啦，一撳落嚟，雙手舉起咧就係無單，瞓落地下嘅咧就係中田。始終咧積分嚟講冇辦法拋離㗎。咁啊，我亦聽見啦，現場嚟講有加油嘅聲咧，就可能嚟自呢中國嘅朋友去到大阪啊捧場。咁另外，但係聲勢更加雄壯咧，就係大阪嘅日本嘅市民啦。咁呢場波咧，日本能夠喺第二局贏到中國咧，就佢哋嚟講係好開心。呢個時間咧，見到咧電網咧就係無單。日本隊發球，杉山打年啦就係打過世界盃嘅一個可以講係非常之有經驗嘅老將啦。好靚嚟開網打，好靚啊！宮島今日嗰個表現嚟講，去到第4局咧先至較為咧係搶眼嘅。咁喺過去幾場波裏邊咧，幾局波裏邊咧都打得咧唔係咁搶眼。咁呢個波開網俾佢打一樣咧落地開花。咁啊山田同埋岩本陽都出嚟啦。冇錯啦，真係啊！經過呢個3年重紅咧，講過之後咧，真係成隊日本波咧就如虎添翼，好似真係飲咗啲即係嗰啲好似健身劑咁樣。而家咧就已經咧就領先1分，24-23啊！亦都睇下李耀先點樣去調整下中國嘅陣容，因為點解而家現在呢個士氣咧，就係日本隊咧無可否認咧就係高過呢個中國隊嘅。頭先咧我亦都睇到咧就係楊錫蘭頭先一上去托波嘅時間咧，嗰陣衫樣一樣啊，就見到佢副對上嗰度咧紮實晒嘅，即係肯定咧就係呢個嗱，你睇到啦，就喺楊錫蘭後邊咧有啲白色嘅，就可能咧佢就要紮實上陣嘅。好啦，咁啊而家嚟講咧就係比數咧一路咧大家鬥咬住嘅啫，24-23，日本隊領先1分波。嗱呢個波又追翻啊，捉手㗎呢個波，咁啊對方咧就係失誤咗，24-24。咁雙方喺第4局已經係第10度平手。哇！唔單止我哋講波啊都係開心，我相信嚟講在場嘅球迷體驗咁精彩比賽更加開心，升得好啊，好靚好靚呢個波，7號嘅中田呢個波已經飛到咧。喺網之前1-2轉嚟睇呢個波好近網啊，好難升啊，但係亦都升得非常之到位，避開個籃網手添。侯玉珠亦都冇褪後嗰啲防守啊，呢個波啊，捉手出界啊，25-25，第11度平手，哇！真係燦爛啊！一定要撳住日本隊啊！如果呢一局波俾佢冇俾佢夾起身上嚟咧，就可能會呢一場波咧會牙煙，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打到筋疲力盡啊，尤其無單啊！無單已經打到面紅耳熱㗎啦！11號嘅鄭美珠通天老義重任啊！冇錯啦，走喺後邊開波，千祈唔好開七，冇錯啦，25平手，關鍵性嘅波時間就揾你出嚟㗎啦！哇，下出個波，見到中國隊嘅球員奮進啊，係咁喺個地下片都冇辦法片得起身啊！亦都見到咧呢個日本隊啊，由呢個3號武內港子出嚟睇下呢個高妹港起江喺後邊發球，冇錯啦！而家見到咧日本隊亦都領先1分，26-25啊！武內港子。喺後邊開波，武內港子頭先發球咧已經連攞幾分，睇點先？中國隊小心啲處理，哎呀上唔到網添啊！慘啊！呢個波，你中間打呢個波亦都好啊！呢啲波亦都夠經驗啊！如果咧楊曉軍大力打咧，後邊啲球員已經佈定晒呢個日本隊，哎呀亦都好正，即刻換翻呢個港幾江入嚟，因為頭先咧俾咗武內港子打幾球波咧，就即刻失幾分嘅日本隊。呢個教練咧亦都即刻換翻呢個港幾江出嚟，啊好正啊啲教練啊！頭先咧連失幾分。哇！大家鬥推之下喺翻呢邊有機會啦，攻到為止。呢個波好靚喺長區，我哋都睇到長區裏邊。哇！攻到為止呢個波已經係好貼網㗎啦，緊嘅掹到去嗰度咧，即刻
攞多分，特登發球。哇，好靚啊！呢個波27-27，楊曉君都喺後邊開波。27-27，第幾度停手啊，心仔13度哇停手，13度啊，精彩啊！真係呢場波。扣球咧就大林呢邊啦，李國君，唉，你打我唔醒我，打死你啦！28-27，哇，去到呢個關鍵時候咧，大家嘅臨場發揮咧好重要。我諗見到毛丹咧，如果提醒各位隊友，俾心機捱埋呢一段，捱埋一段咧就翻去唞下啦。如果捱唔完又要打，慢慢撳，唉，你明個高妹啊，點解唔大力啲撳咧？報到。扣啦，李國君！哎呀，2次救波都得到，救翻好波，好波，好波！哎呀，呢咁樣輸喎，真係陰公啊！呢啲波就講經驗啦。頭先嗰個波咧喺個網頂咧，根本無單咧唔使用力嘅，將個波稍為揩過日本隊度咧，佢已經有排震㗎啦。呢啲波你大力咪即係揀你自己死，終於打落個網裏邊。哇！呢個關鍵性波嚟喎，睇下點樣先喎。而家即刻換到呢個攻，見到呢個攻島位置。哇！攻島頭先個波係喺長區之外好遠㗎，成10幾尺之外救翻個波翻嚟。所以28-28好緊要啊！日本隊，有機會啦。中國隊咧，藉住無單咧一錘打落去之後咧，29-28，先到29，而且有發球權，亦都見到侯玉珠上網前啦。而家換翻出呢個鄭美珠等佢出去職場區，由呢個侯玉珠上去啦，應該咧有機會就隊長幫啲侯玉珠打啦。呢個李國君一早咧就頂咗姜英㗎啦，有機會啦，29啊嗱，難佢難啊，捉手起到啊嗱。侯玉珠唔俾侯玉珠哦，足之一錘打落去掂啊！由2號位攻擊，又係無單贏咗啦，30-28。唉，山田見到呢一場波咁樣輸啊，的確非常之可惜。咁但係相信嚟講，各位觀眾咧同埋現場觀眾都有一個感受就話，雙方球員打得的確非常之精彩，戰術多變，以及咧係各方面嘅演出都好優勝㗎。係連贏。